好，但以理書第7到第9章與啟示錄嘅關係。喺呢度咧，我想做一個嘅好簡單嘅結構嘅解述。原因咧，其實我已經做咗3條嘅 YouTube，就關於啟示錄嘅當中嘅7年嘅大災難，同但以理書第9章所講到嘅70嘅7嘅關係。另外咧，我亦都提出咗一個嘅問題，就係但以理書嘅十國同埋啟示錄嘅十國七頭，究竟嗰個嘅十國係咪一個嘅相等嘅，同埋佢嘅關係？咁我已經做咗3條嘅片。咁咧呢一條片咧，我就想進入翻去但以理書7到9章，做一啲嘅深入少少嘅解説。但係所謂深入咧，我都係想做一個嘅介紹，咁咧令到大家如果係冇背景嘅時候咧，可以跟住呢個嘅介紹咧，去自己做研究。原因其實當中有好多嘅可能性咧喺當中。首先咧，我哋想睇下啟示錄呢12章嘅分段。其實最簡單咧，就係每一章1到9章就成為一個嘅單元。另外10到12章咧係另外一個嘅單元，即係換言之咧，整個嘅但以理書咧，我哋可以將佢分成12個單元。呢一度咧，我想指出但以理書咧其實係橫跨3個嘅王朝。第一個係巴比倫，第二個係馬代，第三個係波斯。但係當中咧，其實但以理書係解到呢個綿羊同埋山羊嘅經文嘅時候，喺第8章咧係提到希臘嘅。咁即係換言之咧，雖然提到希臘，即係佢覺得山羊唔係佢覺得，即係天使加百列咧就解釋山羊其實就係代嚟緊嘅一個嘅帝國，就係希臘嘅帝國。咁呢度我哋就提出一個嘅問題，因為好多人都會諗，但以理書其實係主前嘅6世紀嘅開始嘅事蹟，即使係巴比倫去將猶太人擄到去呢個，即係從猶太地啦迦南擄到去呢個巴比倫開始，就係主前6世紀嘅事蹟。咁點會講到希臘嘅王朝咧？咁好明顯呢一個就係但以理書大部分嘅人咧都覺得但以理書係主前165年左右嘅時間咧去寫成嘅。咁當然有好多嘅分析或者爭論咧，就係講到嗰個時間啦，即係成書嘅時間啦。咁但係大部分喺傳統裏邊咧都覺得呢個係主前165年嘅作品。當中佢哋爭拗咧，當然係用佢哋嘅文體啦，即係因為但以理書咧有希伯來文、亞蘭文所組成嘅。咁而呢啲嘅文字究竟響主前嘅情況係點樣使用咧？當然亦都有當中講到亞蘭文咧，有古亞蘭文同埋比較現代嘅亞蘭文。咁所以呢啲都係呢卷書嗰個嘅複雜性同埋難解嘅地方。咁咧我就用咗一個粉紅色嘅1A 1B 咧，就講到嗰個嘅次序。1A 1B 就代表呢個巴比倫嘅帝國。咁3咧就進入馬代大利烏。咁而去到第9章嘅大利烏咧嘅元年咧，其實亦都係第9章同第6章咧，其實係講緊同一個嘅人。OK，咁當中伯沙撒就係尼布甲尼撒嘅繼承者啦。所以呢個嘅次序咧並不是即係如果以1到第9章嘅次序咧，
並不是一個順序上面嘅次序。呢一幅圖咧會比較更加清楚一啲。1A 1B 就係尼布甲尼撒，然後去到伯沙撒去繼位。當中咧其實伯沙撒都有佢自己嘅父親嘅，就係一個一同嘅執政嘅時候。咁呢度呢張圖就冇顯示到伯沙撒嘅父親啦。咁所以當中其實有好多嘅王咧，喺呢張圖裏邊都冇顯示嘅。不過為咗簡單容易明白咧，呢張圖已經係俾我哋有一個更加清晰根據經文裏邊嗰個嘅記載。咁而伯沙撒之後咧，就到呢個波斯帝國嘅古列古列之後咧就去到大利烏，然後就進入到呢個嘅波斯亞哈隨魯、亞達薛西王等等。咁呢度都你會見到底下嗰個年份咧，就記載到佢哋嘅被擄啦，3次嘅被擄啦，然後有3次嘅回歸，就建立呢個嘅聖殿啦，然後有復聖殿停咗工又復工啦。咁去到以斯帖、以斯拉同埋尼希米建立城牆。咁如果你有呢個嘅圖咧，你去讀呢幾卷書嘅時候咧，就有一個清晰嘅圖畫同埋一個嘅年份表啦。咁而再下邊咧就係記載到但以理嘅時代，你會見到佢係橫跨咗由佢係一個少年人咧，響猶大去被擄去到巴比倫然後就尼布甲尼撒嘅解夢，佢就成為佢嘅宰相啦。咁佢都一路橫跨到去馬代嘅時間。呢一張圖係另外一個嘅表達嘅方式啦。咁亦都我同樣係編咗嗰啲嘅 number 喺上邊2、3、4、5咁樣。咁呢度咧就俾大家，如果去讀呢一個嘅但以理書咧，其實係有一個比較清晰嘅圖畫喺當中。咁其實整卷但以理書咧就係講到神嘅掌權，講到唔同嘅皇帝佢哋自以為是，結果上帝係可以興起佢哋，亦都可以將佢哋嘅帝國咧去滅亡。所以但以理書其實係講到帝國嗰個嘅興衰咧，全是喺上帝嘅手裏邊。咁呢個都係一個相當重要嘅信息啦。其實但以理書俾我哋睇到。咁而我哋今次嘅集中咧係講到第7、第8、第9章，因為我哋其實想將佢咧去連到去啟示錄嗰個嘅關係啊嘛。咁所以我哋講但以理書咧唔係我哋嘅重點啦，而係想將呢一個嘅但以理書呢7、8、9呢3章經文咧係去睇翻同啟示錄嘅關係。有4個嘅問題咧，我自己喺度準備嘅時候咧係寫低咗嘅。究竟呢但以理書嘅第2章講到4個嘅帝國，同埋第7章4個嘅獸，呢4個嘅獸嘅第4個獸是否等於啟示錄嘅第12章、第13章講到嘅海獸或者龍、地獸、海獸嗰個獸咧？咁好明顯，如果你有聽我頭嗰2條嘅 YouTube 咧，其實我係覺得係相等嘅，係呢隻第4隻獸咧，就係啟示錄嗰一隻獸。咁而第二個問題咧，但以理書講到頭有10角，對啟示錄講到嘅10角7頭咧，呢個嘅10角10隻角咧，係咪亦都係講緊同一樣嘢咧？我個答案都係嘅。第3個問題咧，我就去思考當中但以理書講到2300日，呢個係咩意思咧？咁一陣我就會嘗試去做一啲嘅解説咁樣。咁而但以理書第9章講到嘅70個7嘅最後一個7，係咪就係啟示錄當中嘅講到嗰一個嘅7年嘅大災難，或者嗰
講到嘅3年半加埋就7咧。我哋記得咧就係啟示錄當中講到42個月啦，1260日啦，一載二載三載，一載二載同埋半載嚇。咁呢啲都係我去讀啟示錄嘅時候咧，就發現到但以理書有呢啲嘅説法，所以點解要去思考翻但以理書？好，呢度有一個巴比倫嘅帝國嘅一啲簡略咧，呢個就當然講到特別用紅筆咧就講到呢個嘅但以理書講到尼布甲尼撒啦，同埋伯沙撒嘅出現。咁伯沙撒咧其實傳說咧都係佢母親咧就係尼布甲尼撒嘅女，所以伯沙撒咧其實係尼布甲尼撒嘅外孫啊。咁當然個複雜性咧響但以理書提到嗰4個嘅帝國，或者我哋講到嗰個嘅人像，佢嘅金頭就係銀胸，就係銅嘅腹，同埋腳鐵嘅腳，喺度半泥半鐵嘅腳掌腳趾咁樣。咁呢度咧有3個嘅可能性，就我用 A、B、C 去列出。咁呢3個可能性咧，所以當然有好多嘅分析啦。咁但係傳統或者可以咁講咧，大多數人咧或者我自己咧都會揀咗 A 去代表去解説呢個但以理書。咁當然唔等於 B 同 C 咧冇佢嘅可能性嘅。咁所以咧亦都好可能隨住我哋對聖經嗰個嘅認識，有唔同嘅選擇喺裏邊。咁呢個係我好想大家去研究嘅時候咧，呢個係我自己好簡單或者好暫時嗰個選擇。咁我就列出咗咧呢一個嘅 Henry Out 呢一個嘅牧者咧，佢就將 A、B、C 呢3個嘅睇法咧去列咗出嚟。咁佢就覺得各有優點，佢自己就揀咗 C 嘅，即係佢揀咗呢4個帝國咧就係巴比倫、馬代、波斯同希臘咁樣。咁我呢度咧就唔想花時間咧去講佢嗰個嘅優點缺點嘅分析。咁大家如果想可以撳停咧，呢個 YouTube 去自己去睇下啦，或者 download 去翻網頁去 download 呢份嘅筆記啦，甚至去翻 Henry Out .org 嗰度咧，去直接去睇下佢自己嘅分析。咁呢度都係我去撮錄翻佢自己嘅分析，將佢列翻出嚟。咁我就唔打算咧就花時間去講，因為如果一講咧，第一呢個唔係我嘅作品啦，第二可能講嘅時候咧就會起碼可能係半個鐘頭。咁我即係列出翻佢自己嗰個 A、B、C 呢3個嘅關於4個帝國嘅可能性，咁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咁咧，你會見到我就將呢個人像就金頭銀臂銅腹鐵腳半泥鐵半鐵嘅腳，係咪被呢塊嘅一嚿非人所做嘅大石咧就打碎？咁你會見到我咁樣列出而用呢個圖咧響右手邊咧就代表巴比倫、馬代、波斯、希臘、羅馬。咁你就見到我係用咗 A 呢個嘅選擇。咁呢張圖咧我都響嗰3條嘅 YouTube 其中2條都有講解過。咁我就唔再重複嗰個嘅講述。咁而聖經亦都好清楚講到咧，呢個嘅公綿羊咧就係馬代波斯，就公山羊咧就係呢一個嘅希臘嘅王嘅帝國。咁所以呢個係唔需要爭議㗎啦，因為呢個係加百列天使加百列去解説嘅。咁而響最右手邊咧，我就列咗亞達薛西王嘅20年咧就發出
呢個響尼撒月嘅1月咧，即係等於尼希米嘅第2章就發出咗呢個重建聖殿嘅命令。咁因為呢個日子係重要嘅，因為呢個日子就係相等於前70個7嘅前個69個7嘅計算。咁如果你有興趣想理解多啲咧，就可以睇翻我70個7嘅嗰條嘅 YouTube。咁之後另外一個圖表咧，就將唔同嘅朝代甚至去到敵基督嘅同埋神國嘅朝代咧嘅年代咧，去做一個嘅估算。而呢個估算咧，亦都係相對應翻但以理書當中講到嘅小國10隻國長咗一個小國，而呢個小國就等於敵基督。呢個係一啲大部分傳統嘅解說。咁是否正確咧？咁當然有人有唔同嘅解釋嘅。咁呢個我只係列出一啲嘅可能性啦，或者我暫時認同嘅一啲睇法。咁至於打碎呢個非人手所做嘅石頭，打碎呢個半泥半鐵或者呢個金銀銅鐵嘅人像咧，咁就係呢度係指到神嘅國度嚇。咁我就將巴比倫、馬代、波斯、希臘、羅馬唔同嘅時代咧，就個年份列出咗啦，同埋佢哋嘅經文嘅列出啦，亦都點解獅子、紅豹同埋10個角嘅對應經文咧去列出。咁呢度咧如果大家去研究嘅時候咧，就會多咗呢一個嘅表咧，去容易明白。咁之後但以理書嘅第10章到12章咧，就係講到南國同埋北國。南國就係我哋所謂嘅多利買王朝同埋西流基嘅王朝。咁之後嘅西流基嘅王朝咧，就係我哋講到安提阿、安提阿哥4世點樣殘害呢一個嘅猶太人，然後去到馬加比嘅革命咁就咧去列翻出呢一啲嘅事實咁樣。好，經過咗以上嗰啲嘅背景，我哋就進入到7、8、9呢3章嘅經文嘅當中。我哋首先由第7章開始。第7章就係講到響巴比倫王伯沙撒元年嘅開始。咁但以理咧就響夢中見到一個嘅異象。呢個異象咧就講到天嘅4風就刮起，就然後佢夢到海上邊咧有4隻獸就出嚟。呢4隻獸其實但以理就最有興趣嘅就係第4隻，因為前嗰3隻咧就係好清楚嘅。頭一隻獸就係獅子，佢有鷹嘅翅膀。咁呢隻獸咧就可以咁講，如果我哋相對嗰個嘅人像咧，就係呢一頭一隻獸，呢隻獅子咧就係巴比倫。而就係講到巴比倫呢一個嘅尼布甲尼撒嘅皇帝。佢曾經咧就有一個嘅病即係可能係一個嘅失去個意識，即係精神嘅病。咁後尾咧佢就因着佢嘅悔改咧就被醫好咗。咁所以詳細咧可以大家去睇翻但以理書第4章嘅經文。咁所以呢度講到鷹同翅膀，從考古學上邊咧嘅一啲嘅發現咧，巴比倫一啲嘅雕刻就係有鷹同埋獅為佢嗰個嘅國徽嘅，做一個象徵咁樣。咁因為佢有一個咁嘅懲罰，以致到失去咗嗰個嘅心智咧，後尾悔改
過咗7年嘅時候咧，神恢復佢嗰個嘅健康。所以呢度講到咧，獸從地得站得立起來，用兩腳站立，像人一樣，又得了人嘅心。其實就係話巴比倫呢個尼布甲尼撒咧，重新得到呢一個嘅因為悔改咧，重新能夠站起嚟，再一次嘅作王咁樣。第二隻獸咧就係像熊。咁喺巴比倫嘅文化裏邊咧，就係以獅子為首，第二隻就係熊，第三隻就係豹，所以就係獅熊豹。咁例如我哋中國人咧，我哋就話龍虎咁啊。咁所以通常咧都有一個嘅次序，所以你會見到獅子熊，跟住就係豹咁樣。咁呢隻熊咧就如果以我哋嘅選擇 A 嗰個嘅原因咧，呢隻熊就係代表咗呢一個嘅馬代波斯。咁佢咧有就係銀胸啊嘛，即係兩個人像裏邊。咁佢左右兩邊咧就代表咗馬代同波斯。咁呢個嘅獸咧就係相當兇殘嘅。咁佢所到嘅地方咧對嗰啲被打敗嘅邦國咧都係兇殘。所以呢度就係講到佢打敗咗3個國家啦。一陣我哋會從另外一個 PowerPoint 睇到，咁就吞吃咗好多嘅肉。咁第3隻嘅獸咧就係豹。呢個豹咧就係講到希臘。咁好明顯咧我哋就會睇到呢個豹就係豹嘅行軍速度咧嘅就係相當快嘅。咁呢度就係講到希臘嗰個嘅崛起啦。呢個亞歷山大咧就係能夠好快嘅咧就打遍咗整個嘅歐亞裏邊。咁但係佢又好快嘅，因為嘅原因咧就死亡。咁佢咧就有4個將軍，呢4個將軍就好似一個4個翅膀4個頭咁樣咧，就去瓜分咗呢一個嘅希臘，將希臘咧就分開咗4個嘅地方咁樣。咁所以但以理書去到第4隻獸咧，就係講到但以理最有興趣嘅地方。所以喺經文裏邊你會見到第4隻獸咧係甚是可怕，極其強壯，大有能力有大鐵牙，就可以即係吃咗即係咬碎好多嘢啦。然後咧食剩嘅咧佢就用腳去踐踏。咁當中呢隻第4隻獸咧有10隻嘅角咁所以呢個我哋就去思考呢第4隻獸係咪啟示錄所講嘅第13、17章嘅翼獸咧？咁呢個就係我響7頭10角嘅裏邊咧去講到呢個嘅分析。就呢隻角咧係呢隻小角，後尾10隻角當中咧又長起一隻小角。小角咧有眼好似人咁樣，又説好多誇大嘅話就小角咧就將其中嘅3隻角咧就連根咁拔出咁樣。咁呢個就係第7章1到8節所描述呢4隻嘅獸。咁從呢個圖咧，我哋就去睇到第2章所講嘅人像咧，金頭銀臂銅腹鐵腳，同埋最後嘅半泥半鐵嘅腳，然後俾一個嘅非人手所做嘅石咧就打碎。咁喺左手邊咧就係講到呢啲嘅細節嘅地方啦，即係之後講到公綿羊啦、公山羊啦然後4隻角就代表咗馬其頓啦、小亞細亞、敍利亞、埃及，然後有南方同北方嘅王。
咁呢啲其實都係要需要好多嘅歷史去認識嘅。咁喺右手邊咧就係講到呢一個嘅 A 嗰個嘅講法頭一隻獸就係獅子，就代表巴比倫；第二隻咧就係熊，就代表呢個嘅馬代波斯；第三個就係豹，就係以希臘國為代表；第四咧就係講到羅馬嘅帝國。咁當然你可以唔同意㗎，因為所以我哋成日講到有 A、B、C 咧，係咪？咁但係我哋都要選擇其中一個去講選擇其中一個咧。咁如果你有唔同嘅理據，亦都係可以嘅。咁呢度咧就係我頭先所講啦，即係響頭嗰兩張前嗰兩張 PowerPoint 就講到點解佢哋嗰個嘅背景。咁第二隻獸咧就係佢吞併咗3個嘅國家。咁當時響波斯嘅同埋馬代嘅敵人當中咧，佢就吞併咗巴比倫、呂底亞同埃及呢3個國家。咁相當殘酷嘅所到嘅地方咧，嗰啲人咧就係全部要殺盡咁樣。第三隻獸咧就係希臘國咁喺數年之內咧，佢能夠戰勝咗埃及、亞述、巴比倫、波斯嘅各國。咁呢個由於佢行軍迅速咧，咁以一個豹為一個嘅代表。咁呢一個嘅亞歷山大咧就32歲就暴斃。咁少年得志啦，主前嘅331年咧就係創立咗帝國，跟住佢手下4個嘅將軍咧就將佢嘅國土咧就平分。咁好出名嘅咧就係西流基嘅得到，如果我哋集中講呢個巴勒斯坦咧，佢就得到即係猶大地巴勒斯坦嘅北邊咧就係西流基嘅王朝，佢得到敍利亞。咁喺埃及嗰邊咧，即係喺巴勒斯坦嘅南邊咧，我哋就講到多利買王朝。咁所以呢4個嘅將軍咧就得地。咁之後咧就出現一個嘅合併 ，OK 就有成為一個羅馬嘅帝國咁第7章嘅第4隻獸咧，就係相等於啟示錄13、17章嘅獸。咁呢隻獸咧，我哋就話係以羅馬帝國為代表。咁與之前嘅3隻獸好唔相同，佢有10隻角之後就長起一個嘅小角，就將其餘嘅10隻角當中嘅3隻角咧就連根咁拔出。咁啲人就係一路講到呢一個咧嘅獸咧，就係等於之後啟示錄13章講到嘅龍、海獸同埋地獸嘅一隻嘅獸。咁呢個就係咁樣做一個嘅比對啦。咁呢隻獸咧，就嗰隻小角咧，就成為一個嘅的基督那行毀壞可憎的，又稱為大罪人、沉淪之子等等。咁佢一路落到去其實除咗呢4個角度咧，咁啟示錄或者可以咁講，但以理書其實係提到第5個角度。呢個角度咧就係將來嘅一個角度。咁佢嘅描述就係話佢係亙古常在嘅，佢嘅權柄咧係永遠不能廢去，佢嘅國咧係不敗壞。咁呢個就係講到將來嘅天國嘅一個嘅角度。咁繼續落去咧，其實就係但以理就係見到呢隻4個獸咧，佢就好有興趣咧去知道究竟咩事發生。咁當中嘅天使咧，可以咁講，我哋呢度稱佢為一個嘅侍立者咧，
就向呢個但以理去解説呢個第四隻獸係乜嘢或者呢個景象係乜嘢。咁去到7章23節咧，就會見到其實第四隻獸聖經就係記載世上必有第四個國佢與先前一切嘅國咧係大唔相同。咁佢必吞吃全地踐踏咀嚼，並且將佢哋20個國咧就係呢個國中必興起10個王。後來又有一個王，佢與先前嘅不同，他就制服咗3王。即係你睇到呢個侍立者呢個天使啦，我覺得係去解釋翻俾但以理聽究竟呢隻國係比喻乜嘢？呢10隻國又比喻係10個王等等。咁咧呢隻小國咧，佢就向至高者説誇大嘅話，並折磨至高者嘅聖民。佢改變節期律法聖民咧係一個好短暫嘅時間咧，交付喺佢手裏邊1載、2載、半載，即係3年半啦，一個好短暫嘅時期。咁呢度咧就相等於啟示錄13章5到7節咯。嗰度就記載呢一個嘅獸咧就係説褻瀆誇大嘅説話。佢有權柄即係有權柄賜俾佢，佢任意而行咧42個月，即是係3年半。呢隻獸咧最終都係被聖徒咧係戰勝佢天上嘅權柄去戰勝。呢個權柄咧係制服將佢制服亦都能夠一個成為一個永遠嘅國咁樣。咁所以呢度係一個咁樣經文嘅對稱咧對應咧。去到第8章咧就去到伯提沙撒伯沙撒王即係呢個嘅巴比倫嘅一個王咧即是係呢個嘅第3年咧，佢就有但以理咧就係見到一個異象，即係又另一個異象。佢就喺呢一個嘅書珊城嘅之中咧，喺烏來河邊就見到公綿羊有2隻角。呢個公綿羊一陣就會揭露佢代表乜嘢喎？咁呢隻公綿羊咧就有2隻角，就往西、往北、往南去攻佔其他嘅地方。咁獸喺佢嘅面前咧都站立不住，就亦都冇人能夠脫離他的手。呢隻公綿羊就任意妄行，即係任意而行，自高自大。咁直至到第5節咧，有公山羊嘅出現。呢隻公山羊咧就從西邊而嚟呢隻公山羊仲好打。公山羊咧就就近公綿羊，向佢咧就發怒一路打到截斷佢嘅2隻角。呢隻公山羊咧就亦都有係自高自大更加強盛。咁所以你見到呢個就係重要咯因為呢度第8章頭咧就冇解釋呢2個羊咧，綿羊同公山羊咧係代表乜嘢。咁之後就有解釋啦，就代表2個嘅帝國一個就係第一個嘅公綿羊就代表咗馬代波斯啦，有2隻角佢從地理上邊，我哋一陣會睇到地圖啦。佢往西、往北、往南去打。咁點解佢唔向東咧？原因喺地理上邊咧，馬代波斯嘅東邊咧係群山嘅即係好多嘅山脈咁樣，所以佢向西邊，即係向地中海嗰邊咧，向北邊、向南邊去打。咁呢個公山羊咧就係從西邊而嚟，8章5節。咁呢個就係希臘啦，即係希臘就係響地圖，一睇呢個地圖嘅西邊咧，佢就係從西而嚟咁樣。
咁有大家想注意一樣嘢咧，就係提到2300日有呢個聖殿就必潔淨。咁呢個就係一個嘅但以理聽到一個嘅聖者8章13節咁又有一個聖者咧，就即係佢兩個就説話就講到呢個除掉獻祭燔祭同埋施行毀壞嘅罪過，將聖殿嘅軍旅踐踏，要到幾時咧？即係個問題就係上獻嘅燔祭就已經即係不在啦喎，即係再冇獻燔祭呢樣嘢。並且咧將呢個聖所咧去踐踏，即係軍旅踐踏，即係要到幾時咧？咁就個答案就係2300日，聖所就必潔淨。咁呢度就係有一個嘅有唔同嘅答案嘅，當然咁其中一個最簡單嘅答案咧，呢2300日咧就係又代表由安提阿哥嘅4世咧，就係響聖殿即係我哋知道咧，響主前嘅一段嘅時間咧，呢個嘅聖殿咧係被踐踏佢哋要佢哋咧呢啲猶太人咧就唔能夠行呢個嘅割禮猶太人響出世嘅時候咧，男嘅就係第8天咧就受割禮，亦都唔能夠響聖殿裏邊咧獻祭。咁咧呢個情況有一段嘅時間，咁所以呢兩個嘅聖者，呢兩個天使咧就講到呢一樣嘢。當然其實係涉及到第8章嘅11節啦。因為佢將呢個常獻嘅燔祭停止咗嘛，除掉嘛，同埋毀壞上帝嘅聖所咁樣。咁呢個嘅問題就係當然呢度要睇翻嗰個歷史嘅情況。咁直至到公元前嘅165年咧，大家如果有聽聞一個叫做馬加比嘅王朝，即是新約舊約當中呢400年嘅主前165年咧，馬加比王朝咧呢個五虎將咧，即係五兄弟可以咁講，就係曾經有一個嘅革命嘅，咁以致佢哋修復呢一個嘅聖殿，再一次嘅獻祭咧，呢一段嘅時間咧有100年嘅時間直至到之後嘅羅馬嘅提多將軍咧再一次將佢哋打敗咁樣。咁呢個就係講到嗰2300日嘅時間。咁所以當然呢個日子點樣推算出嚟咧，就大家有機會再可以研究一下。好，從地圖咧，我哋見到咧書珊城中嘅烏來河邊咁呢張係一張放大咗嘅地圖，從呢個嘅聖光地理嗰度出嚟嘅。咁我見到波斯灣啦我哋好出名，即係中東嘅戰爭波斯灣。咁波斯灣嘅一路落去嗰啲上邊一條河咧，就係烏來河嘅河就流出去波斯灣。咁當中有書珊城啦，佢講到喺嗰度見到呢個嘅公山羊嘅呢兩一樣嘅一個嘅異象。咁將圖佢收細咧，就係我哋會見到呢個嘅公綿羊咧，就係向東、向北、向南去打。咁原因波斯馬代波斯咧，響佢嘅東邊咧就係群山係向西、向南、向北。頭先講錯咗啊！咁咧就所以喺地理上面咁啦。而第4隻獸咧就係唔係應該係講到嗰個公山羊咧，就係從西邊而嚟。咁響西邊就係希臘啦咁就第3隻獸係希臘啦，就響西邊而嚟。所以響地理上邊咧我哋就留意經文，其實就係指出咗個地理因素。咁呢個咧就係馬代波斯，就係往西、向北、向南啦呢個就係更加放大嘅地圖好，我咧就亦都列出聖光地理
有關馬代國嘅一啲嘅經文響下邊，咁啊大家有機會咧就可以睇下。其實響列王記下咧，首先都已經出現呢個馬代國。好，去到第8章嘅下邊咧，就詳細再解釋呢個公綿羊代表乜嘢啦。第8章20節就係代表咗呢個嘅波斯嘅帝國啦。波斯帝國嘅中文嘅翻譯就係米底亞同埋波斯王咧，即係啲雙國馬代波斯。咁啊有一節咧就係講到希臘王啦，公山羊咧就代表希臘王。咁呢度講到呢個嘅解説喺裏邊。咁去到第9章啦，第9章咧其實就係但以理咧就係做咗一個祈禱，因為佢響佢嘅晚年咧從呢個耶利米嗰度得知到將來耶路撒冷咧有70年嘅荒涼。呢70年嘅荒涼咧就係佢就去祈禱。咁祈禱嘅經文內容都好長嘅，由第1章去到第1節去到第19節。呢度咧我就唔詳細去講説啦。只係佢都睇到自己嘅以色列人嗰個嘅罪咧係得罪咗神，違背咗上帝嘅命令。咁以至到咧就上帝咧就安排呢個天使加百列咧就奉命就迅速飛嚟。當佢嚟嘅時候咧就響但以理咧就做緊晚祭。佢就將呢個嘅末後咧就解説俾但以理聽。咁呢個末後嘅信息就係話咧有70個7。呢70個7咧就係點樣分咧？就係分咗3段嘅時間。第一個嘅咧就係7個7，即係49。第二個7咧就係62個7，即係483。第三個嘅分段咧就係最後一個7。咁呢度就係講到啟示錄嗰個最後一個7嗰個關聯啦。咁咧我就已經用咗一個嘅 YouTube 咧去解説咗70個7。咁呢度我就唔再重複。咁我只係去解説翻呢3章嘅經文。咁去到9章27節咧，就係1個7之內有許多人堅定盟約。然後講到咧即係其實呢個17之內啫，即係上一半即係頭嗰一半，即係3年半咧，就呢個他咧就係話呢個撒旦嘅勢力咧，與好多人咧堅定盟約。17之半咧，佢就即係將呢個約咧就中斷就反口，就將呢個嘅獻祭就止息咁樣，即係唔再俾獻祭啦。咁所以呢度咧就大家有機會咧就聽翻嗰條 YouTube 啦。咁當然我哋都喺嗰條片嗰度咧就講到Robert Anderson 咧做咗一個計算，即係講到第62個7同埋頭嗰個49同埋483呢69個7點樣從一個嘅曆法裏邊咧去做一個嘅計算。因為我哋今日咧就係365日，就為1年啊嘛。但係喺猶太人嘅當中嘅曆法咧，就係360日為1年。咁相差咗5日啦。5日你唔好睇少喎。跟住就有400幾年啦。咁再有閏年嘅計算啦。咁之後嗰啲日子咁樣計算，即係呢個英國嘅學者Robert Anderson 爵士咧就計完出嚟之後咧，就好準確嘅咧就計到耶穌基督嗰個嘅受膏嘅時間，同埋呢個命令所發出嘅個時間係相當嘅吻合。咁所以咧呢度亦都有另外一個嘅圖咧，就係講到頭個49啦，7個7就係響呢個馬代波斯嘅時間。波斯王咧就下令咧就重修聖殿。直至到呢一個去到羅馬嘅時間咧，耶穌基督就主耶穌咧就騎驢進入呢個嘅耶路撒冷。呢個嘅時間嗰個嘅計算咧
係相當有問題。咁然後去到今日教會嘅時代咧，直至到末世，咁啊又係另外一個嘅最後一個七。咁呢度咧，我會用另外一個嘅 YouTube 咧，就去講到最後一個嘅七。咁有講到災前、災中、災後被提啊。咁之後講嘅千禧年。咁呢度咧，我就只係列翻出呢一啲嘅圖表啦。咁就日後咧，我就會再去講到。